台语新闻杂志要来介绍这位81岁台湾艺术大师谢礼发，伊是画家、小说家，更加是台湾美术的历史研究的关键人物。谢礼发出生伫大稻埕，大学毕业后到法国去深造，70年代住伫美国，因为参加台独的运动，被列入去黑名单，有24年的时间无法度回到台湾，但是伊为台湾艺术的贡献毋捌停过。日前，伊来捐出着将近半世纪的收藏来拍卖所得将近580万，全部拢捐予蔡瑞月文化基金会，嘛为伊的收藏做一个完满的完结篇。这个收藏都有一定的风格，属于我的性格、我的素养、我的环境啊、我的时代，所有的作品都是别人的，合起来就是我的。他的作品就是像不要的切掉，要的留着，很简单的，这是朱明的特色。这种东西经常摸就会想到朱明。将石雕摕伫手，一直摸唔完放。伊是81岁台湾出名的艺术家谢礼发，手中的作品是2013年雕塑大师朱明送伊的太极拳，还有一件水牛母镜，更加是朱明出名前的写实之作，见证两个人熟悉半世纪的情谊。有了一样东西，有了得到了，又得到了啊！有些买的，有些朋友送的，有些交换的啊。多了以后。就发现啊，这就是我的收藏，送的是最有意义、有故事比较多一点。这张是陈澄波的大儿子叫陈崇光，他到纽约来找我，就是因为我把陈澄波又从历史中又把它拉出来，大家才开始就知道有这么一个画家。陈澄波是台湾头一位以西画入选日本帝国美术院展览会画家，不过228事件中被清关，在迄个言论自由被禁止的年代，谢礼发唔惊维权，将伊写入册内面，奠定陈澄波历史评价。陈澄波的后代感念在心。前辈艺术家的努力跟贡献第一次受到肯定也是第一次被抬出台面我外公陈澄波也是这样，因为那时候也不能谈论那个陈澄波谢礼发老师就把他谈出来了。他叫做薛万栋，他这一辈子呢，就是只留下这张画。后来我回来台湾的时候，我就去看他，他感激得不得了，一直哭那时候很感激，说不然的话他没有人知道他等于消失了他也救了他这张画。每一件留伫谢礼发生命中的艺术品，拢有特别的意义。因唔那是一个物件尔，更加是收藏家甲人以物之间的缘分见证，甚至员工历史。电动半世纪，谢礼发决定将收藏品拍卖，所得拢捐予蔡瑞月文化基金会，唔那帮助舞团的发展，更加好艺术品有新的价值。我现在80几岁了那我应该是在离开之前，我应该让他打散做一个完结篇。我要做一个动作这个行为把它做个解散，我一个人做起来好像也他们整体来帮我忙我要感激他们。画展的领导他让这些作品能够拍卖出去的时候找到它的重生机会，可是呢也帮基金会就是进行了一个再生跟永续的这样的一个推动。1938年出世伫人才文笔真济大稻埕，受到文化艺术气氛的影响，谢礼发自细汉就表现出对画图的兴趣甲天分。台师大美术系毕业后，1964年到法国深造，是日本时期后台湾第一代留法的学生之一。甲其他2位艺术家廖修平、陈金峰被称之为巴黎三剑客。谢礼发嘛捌住伫美国开过几摆画展，真济代表作深入人心。就台湾一直被欺负太老实了。他牛的话就一辈子工作但是他要有性格，
台湾要有性格。那我认为是自己在这样转变，所以画出来的人也在转变。他的创作模式啊，我觉得是蛮有实验性。所谓实验性，就是说他会去不断去讨论、探讨他画面上这个构成怎么样啊，色彩怎么样啊。而这个讨论是，他常常是一只牛画很多遍，一直重复这个牛，但是他从不同角度去讨论这只牛的表现要怎么样才能达到它不同的面向。留美期间，谢丽华参加台湾独立运动，被政府列为海外黑名单。24年唔捌回来到台湾，一直到50岁知天命之年，才会使踏上故乡。迄段离乡的岁月内，谢丽华依然为伊爱的土地做一件重要的美术献礼。他认为说他一直都在国外没有帮台湾做点事情，所以他可以想到可以做，他就尽量的做。台湾美术史这个区块，他把它建构出来的这个东西，应该是他目前对台湾最大的贡献，因为他影响的人不只是一代人，是好几代。1976年，谢丽华开始创作整理台湾早期美术历史，并且连载刊登伫艺术界杂志。在1978年出版《日据时代台湾美术运动史》，因为画家进入文坛，更加是开创台湾美术史研究风气的人。学校毕业之后就出国了。那我们是得了台湾的很多资源，那我们一定要回馈，所以我就开始要做一些写台湾的历史。这本书好像是呼应乡土文学的脉络跟思想跟他的理念因为他们都是同样是站在台湾主体性、自主性的观点去诠释的一个角度。我们一直到1990年代以后，另一代的学者才开始有台湾美术史的书才逐渐在出版。那这个都是要归功于他当时所做的这种拓荒，他是拓荒者。谢丽华为台湾艺术文化做出全方位的贡献。2017年得到行政院文化奖，拥有50年的艺术收藏。即马谢丽华要用拍卖为家己的收藏史写下完结篇，以收藏的总结作为文化表演团体得到终身的起点，和台湾艺术的图更较肥。